Hello， 各位好嘛？我個名叫 Danny， 係加州 Sunnytown 地區中心嘅服務協調員。喺 Sophia 嘅 IPP 面談入面，呢一位冇辦法用說話溝通嘅青少年，同佢嘅家人經過面談之後，知道 Sophia 想專注喺社區參與。由於 Sophia 需要額外支援，佢嘅服務協調員 Vinny 同佢哋建議利用專人協助服務，令 Sophia 更加方便去接觸社區。我哋睇下做成點啊！喂 ，Isabel， 有咩事啊？唔好意思啊，Sophia 而家參加嘅讀書會多咗好多活動，我哋真係負擔唔到啊！我已經連返2間噶啦。明白，話我知幾錢，我諗下辦法啦。哦，唔該晒你。仲有啲活動係喺星期日，所以我哋星期日都要 Nancy 幫手啊。等我睇下可以點做先，不如約星期4見面啦。好啊，唔該 Vinny。你唔使咁客氣喎。好啦 ，Vinny。係時候開工啦！咦呀！啦啦啦啦啦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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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搞緊咩啊？早晨啊 ，Danny， 我冇時間傾啦。星期4要去見 Ramos 一家，我要快啲諗掂先得啊。今日星期2啫，你仲有時間啊？你講就梗係容易啦，我已經差唔多睇晒所有文件、電郵同埋留言板，但係都仲係諗唔到點樣搵資助俾 Sophia 個讀書會啊。點解唔試下用社交康樂與露營服務呢？咪咁啦 ，Danny， 你睇小我啊！我第一樣就睇佢啦，但係書店唔係供應商服務嚟喎。你真係咁肯定做唔到？係咩嚟㗎？等我睇下先。社交康樂與露營服務嘅重點係專門協助患有 IDD 嘅人參與社區。等陣，呢張海報一直都貼喺呢度嘅咩？係啊 ，Vinny， 即係我哋可以做到直接同個商家簽約，或者我哋可以用財政管理服務支付活動嘅費用。如果遇到我哋嘅支援對象，希望充分參與佢哋自己所屬嘅社區，社交康樂與露營服務就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去實現呢件事啦。佢哋就咁貼張海報喺走廊都唔通知我哋嘅，明晒。佢哋仲有 send 電郵噶。你講咩話？我收唔到喎。等陣，冇嘢啦，見到啦。好啦，係咁，我要去還翻晒啲書先啊。唔該 ，Danny。喂 ，Isabel， 又係 Vinny 啊。有方法資助 Sophia 個讀書會啦。有好消息啊！我同地區中心嘅 Danny 傾過，佢提醒我話，我哋嘅計劃係會不斷持續改善，而當中有一個叫社交康樂與露營服務嘅計劃，資助患有 IDD 嘅人參加社區活動，而 Sophia 符合呢個計劃嘅資助嘅。OK， 全靠有社交康樂與露營服務，佢幫我哋完成社區參與呢一部分。下一個係家庭關係，係啦 ，Sophia， 圖片溝通交換版點啊？我好鍾意 Winnie。睇下先，影得幾靚仔喎！係咁繼續啦，我哋可以增加 Nancy 嘅時數，包括埋星期日嘅。我鍾意 Nancy。佢都一樣鍾意你啊！你想嘅話，可以咁做噶。好啊，唔該。好啦 ，Isabel， 如果你同 Sophia 都同意呢啲更新嘅服務，咁就麻煩你喺呢度簽個名啊！你準備好去冒險未呢？好啦，去玩啦！哦，仲有樣嘢，得啦！我出咗糧就梗係要買啲嘢送俾我細妹啦。我愛你。哦，我都愛你啊！去破你啲懸案啦！係管家做嘅。今日 Ramos 一家同 Vinny 一齊順利咁更新咗 Sophia 嘅 IPP， 用嚟應付不斷變化嘅需要。IPP 係份靈活嘅文件，隨時都可以作出更新，反映你當前嘅人生目標。記住啊，以人為本嘅計劃唔係要你將啲文件砌到好靚，而係用嚟幫手策劃更美好嘅生活嘅。